防暴警烏坎大圍捕，催淚彈、散彈槍鎮壓爆流血衝突。多名全副裝備嘅警員，星期二凌晨4點幾破門闖入其中一個烏坎村村民屋企，佢哋大肆搜掠，拉咗個手無寸鐵嘅男人出廳。期間個男人冇反抗，但3個警員合力將佢撳喺地下，再用膠索將佢反手鎖住帶走。而當晚警方以涉嫌聚眾擾亂公眾場所秩序同交通秩序等罪名，前後拉咗共13個村民，引起村民不滿，觸發警民衝突。現場係廣東陸豐市烏坎村，當局星期二清晨再增派幾十名防暴警察入村增援，同村民對峙，當中唔少係老人家同婦女。期間村民向警方掟石，據報防暴警察曾經施放催淚彈，同用散彈槍打傷多名村民。一名80歲嘅婆婆更被打到重傷，要送院搶救。警方指由6月19號起，被捕嘅村民不斷以製造謠言、恐嚇、辱罵等手段，煽動、策劃同要挾組織部分村民非法聚集，嚴重危害當地生活秩序，所以星期二採取拘捕行動。烏坎村村民多年嚟為被私買嘅土地維權。今年6月，原本打算帶領上訪嘅前村委會主任林祖戀突然被當局拉咗。上星期4，佢更被裁定受賄等罪名成立，被判入獄3年1個月，同罰款20萬人民幣。家屬指審訊不公，村民連日嚟繼續抗爭，相信係觸發警方今次圍捕行動嘅導火線。